我就個點六點四，有一擺是全大啲在食嘢人嘅位，叫做卡皮拉巴杜寫過。我一時有幾個 BQ， 啲無用做假事和是全，因為伊人講，落雨天過了是全要離開去行，這邊我過水過了。咱在啲經啊，講啲一年內面啊，8月啊，伊愛行啦，那講有人講龍巴那款啊，搞到落，困到落啦，行來行去了大人那邊啦。特別4個月啲印度是一個落雨點聲啦，伊人印度人巴黎叫做瓦沙啦，瓦沙。所以這個4個月啲印度出家人愛伊人講入沙啦，入沙是講伊人大這個位啊，無離開這個位啦，了活本是假那款啦，4個月至少3個月啦，3個月了第尾日是3加4日啦，1個月啦，那款這個4個月活也是伊較濟伊去這個位入沙啦，了伊大啲這個廟4個月了過了這個4個月落雨天過了伊就過去行啦，所以伊到地在講伊要去行了，伊人就無用做假事伊啦，佢就經過講啦。了你識嘅排馬哈那馬聽到講幾個 BQ 啲無用做假事和是全，因為伊人講落雨天過了是全要離開去行，所以伊去坐是全定理了接落一邊，接落了馬哈那馬你識嘅排人甲是全講，是全我聽講幾個 BQ 啲無用做假事和是全，因為落雨天過了是全要去行，是全我人唔捌聽到是全本身講，這個聖人在嘅地主應該講蝦米話對嗰一個聖人在嘅地主破病正力破病了是全因馬哈那馬這個聖人在嘅地主應該講死嘅好話對嗰一個聖人在嘅地主破病正力病，安尼款講朋友茫煩惱，因為汝有別有嘅信心對佛，就是講伊是世尊阿羅漢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ะ等等。茫煩惱朋友，因為汝有別有嘅信心對法，就是講法是世尊真正高價嘅，即是會通證明嘅等等。茫煩惱朋友，因為汝有別有嘅信心對證等等。茫煩惱朋友，因為汝有一個界聖人小嘅無破嘅界等等。這個聖人在嘅地主馬哈那馬應該講這個死嘅好話，對嗰一個聖人在嘅地主破病正力病。了若是伊有接觸甲伊嘅爸母 parents， 應該甲伊講，但是朋友，汝會死嘅，汝會有接觸甲汝嘅爸母，還是無？汝還是特別死。對汝嘅好，若是汝會放下這個接觸對汝嘅爸母，這邊我過水過了。不講若是這個在家人破病，正力破病時，咱去找伊應該甲伊講這個好嘅話，頭這個是死嘅好話，講叫伊茫煩惱因為有這個四項物件，這個別有嘅信心對佛，別有嘅信心對法，別有嘅信心對證，了伊個有這個界所以應該唔使煩惱啦，看目睭了，行到去好嘅位啦嘅意思了佛個講，若是講這個人伊接觸甲伊驚啦，應該叫伊甲伊講啦，叫伊會記講伊會死啦。有接觸還是無接觸甲伊驚本
咱家了人特别死啦，所以第好是放下啦，忙接触啦，因为咱若是放下咱的心点大好咱袂去袂第无的时候咱若是接触的时候考的时候咱就去考的位所以这个真正要紧就是讲咱爱放下啦你看这边佛讲的话是讲如有接触甲类白无也是无如也是特别死如会死的咱看这里是咱若是当人看呢是那讲真正错的话你看讲佛教咱讲直的话讲了老实的话啦有的人爱讲应酬的话就是讲flattery 爱讲人爱听的话啦特别咱若是会讲直的话老实的话这里较主逼啦较主逼有那是人咱若是无讲直的话人袂请了伊久了伊请的是上万了啦所以咱若是主逼咱就应该讲直的话啦老实的话啦特别有那是会得罪人们啦了这里经过讲啦佛过讲啦那是伊讲这破病人讲这里接触对我的爸母我放下了应该甲伊讲但是朋友如果有接触甲你会惊因为你特别是对你会好那是你会放下这里接触对你会惊那是伊讲这里接触对我会惊我放下了应该甲伊讲但是朋友如果有接触甲五根的享受若是伊讲这个接触对五根的享受我放下了应该甲伊讲朋友天的享受较悬顶过人间的五根的享受对你的好朋友若是你无想甲人间的享受想甲四大金刚的享受若是伊讲我无想甲人间的享受了我想甲四大金刚的享受应该甲伊讲33天的享受可较悬顶过四大金刚的享受对你的好朋友若是你无想甲四大金刚的享受想甲33天的享受像安尼款可以想甲亚摩天亚摩 heaven 杜西达天倒数天尼玛那拉蒂天花乐天巴拉尼米达瓦萨瓦蒂天他花主宰天梵天王Brahma heaven 我归水几只就是讲佛讲带这个人想一步一步更较悬顶的享受啦到甲梵天王啦了佛讲了若是咧破病人想甲梵天王的享受应该甲伊讲梵天王也是无常无永远可互这个我得着对你的好朋友若是你无想甲梵天王灭这个我的想了玛哈那玛若是这个破病人灭这个我的想我讲伊甲这个 BQ 解脱了的无虾米无相就是讲伊内会解脱这个经不是甲咱讲若是一个人破病正力破病咱偷叫伊还烦恼叫伊会记4项物件讲伊有袂晓的信心对佛法经甲伊有解啦这里是讲一个人有拜佛的啦
要别有的信心甲佛教的啦甲会安尼讲啦แล้วก็ถึงก็叫伊放下啦放下伊爸母伊囝这个五根的享受人间的享受啥物แล้ว第三步叫伊想关顶的较关顶的物件啦梦想人间的享受想甲四大金刚33天一直关到甲梵天王啦แล้ว后尾来若是有想伊会放下呢叫伊放下梵天王安尼享受的为本放下啦因为佢有接触甲这个我啦佢接触跟我把日子佢会惊讲会佢掉裂啦แล้ว就是讲不伊较快解脱就是讲佢放下这个我本啦แล้ว伊若是放下了佛讲伊就是上那个这个阿罗汉啦这个经也是意思那是看好来也是讲咱的第一步想真正要紧人要去的时第一步想 last thought 也要紧所以应该想好的物件莫想不好的物件咱要去的时